荷兰奥委会计划提醒即将参加北京冬奥会的本国运动员和陪同人员，不要把他们的手机、笔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带进中国，以避免任何可能来自中方的干扰。荷兰奥委会发言人对此表示，网络安全是他们中国执行的风险评估领域之一。荷兰团队成员在中国期间将配备未使用过的设备，以保护他们的个人数据免受中共监控。消息称，出于安全原因，外交官在返回荷兰时手机被毁。哈萨克斯坦内务部当地时间11日发布消息称，截至目前，内务部在全国范围内已经逮捕9900名近日暴力骚乱事件的参与者。同日，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签署命令，批准了政府成员名单，其中包括第一副总理、政府办公厅主任及各部部长。阿里汉·斯麦洛夫被任命为第一届哈萨克斯坦政府总理。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·普京与俄罗斯安全委员会讨论了该国边境的安全问题。普京与俄罗斯安全委员会成员举行了会晤。普京在会议向媒体公开的部分表示，将就俄边境地区工作安排等问题进行讨论。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引发的疫情反弹，在距北京一步之遥的天津市有持续扩大趋势，而距离天津400公里的河南省安阳市，因为有2例来自天津的奥密克戎确诊病例，已经启动对全市550万居民的封城措施。火星环境对我们的机器人探险家其实并不友好，细微而又尖锐的尘土堵塞设备，破坏它们的轮子，扰乱它们的探测器。而现在，它又向美国宇航局的毅力号探测器提出了新的挑战。一些鹅卵石大小的碎片卡住了该机器的原始样本收集系统。据报道，这是毅力号第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。NASA 宣布，该飞行器将在短时间内恢复其任务。美国副国务卿温迪·希尔曼与俄罗斯外长就乌克兰问题的会晤发表了声明。会议持续了大约8个小时。希尔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，乌克兰问题没有取得任何进展。土耳其前总理、未来党主席达乌提欧卢在11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，谴责中国对东突厥散维吾尔人的系统性镇压，并呼吁土耳其政府抵制将于2月在北京举行的冬奥会。他在讲话中提到，当年埃尔多安总统为巴勒斯坦人要求1分钟的发表机会。他说，现在是为东突厥散人要求1分钟的时候了。